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俗语讲，消费的食气，节笑的困意。这意思是讲，做一项物件，或者是做某一道的人，拢唔甘用于生产伊做的物件，颠倒会较抠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气。咱看到可以气第四条，读气这是读鼻音，气的意思就是讲换位沿的所在去靠上，咱讲气甲。另外，土屯古早讲是气喙。这个气嘛，当讲是算碗去靠上的单位，像讲这块碗气2角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鼻音读做亏，有人读做客，亏就是不足无够，或者是讲某一个职位也未补人，咱讲也有一个亏。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缺，这个意思嘛是唔对过错无好的所在，像咱讲缺点就读文音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亏欠，意思就是不足无够；第二个词读做少亏。字面的意思是无欠，也就是讲满满是踢倒鸡四计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气喙食米粉看现现。阿明为了要追求对象，面丝面烂，亲像米糕肠高高甜，烦恼对方有亏欠啥，不管是在你的身躯边，结果对方追求这少亏，实在无差伊一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亏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气，这拢是鼻音，文音读做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